大家好，我係 Corinne，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我喺 Eden Centre，佢係一間亞洲購物中心，位於維珍尼亞州嘅一個城市 Falls Church。Eden Centre 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度聚集咗好多越南同埋亞洲嘅商家。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嚟自中國商店嘅傳統亞洲新年裝飾品同埋文化用品。農曆新年喺中國同越南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節日。根據傳統習俗，迎接財神係象徵來年財源滾滾，而互贈紅包則代表住對來年好運平安嘅共同祝福。呢啲財神全部都係用真正嘅美鈔接成嘅，佢哋經常同紅包一齊係用作農曆新年、生日或者開業等場合嘅禮品贈送。佢哋之所以咁受歡迎，係因為佢哋代表住美好嘅祝願，而唔係僅僅代表金錢。紅色喺亞洲文化中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顏色。一般人喜歡用帶有福字或者帶有吉祥語句嘅紅色掛飾嚟迎接新年，為家中帶嚟好運同埋正能量。店內亦都有香燭出售，啲香係通常用嚟祈禱或者祭祀祖先嘅。呢一類香呢係有檀香味同埋無煙嘅，燃點咗之後呢，會變成一頂好可愛嘅小花，為你屋企帶嚟一個宜人嘅香氣，從而提升你屋企嘅家居風格。快啲買嚟試用下啦！最後，我想為大家介紹一款非常特別嘅用真正嘅美鈔砌接嘅花束。呢啲花全部都係手工製造，並且經過精心摺疊。喺亞洲文化中，招財花或者福花係象徵財富同埋成功。一般人亦都相信佢哋能帶嚟正能量同埋財運嘅。以上提及所有嘅禮物，不僅只係代表裝飾品，佢哋象徵住祝福、關懷同埋美好。好啦，今日嘅視頻就暫時到此為止，多謝大家觀看。如果你喜歡了解亞洲文化同埋傳統，請按 like 支持一下。多謝大家嘅時間，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多謝。